哎，大家暗安，敢听会到我的声哈？敢有客客？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花智恁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要来算这个大家哦，安怎读？医病侦探，嘿，今日要来算，这是台湾的，这是算是台湾的独立制作的 game，有哦吼，有就好。啊，小等迄个声音吼，若是 game 伤大声，还是安怎？我伤大声，嫌我吵的，都会当甲我讲。电动声会当搁细声就好，无问题。电动搁较细声，安尼，敢有较细声？应该有。哦，若无则甲我讲。啊，先来甲大家小姐问吼，啊，创啊招暗暝欢迎，搁有咱一组就去食暗暝欢迎，搁有伊利，伊利暗暝欢迎，搁有咱 Mercury 暗暝欢迎，搁有咱的雷华暗暝欢迎，阿玲暗暝欢迎，搁有朱聪暗暝欢迎，正常好哦，安尼有正常好，水，嘿啊，大家暗暝，嘿啊，今日吼，这就是要来算台湾的独立制作，互大家看，吼啊。这我有小看者吼，我知影内底有迄个简单讲，内底有超能力哦，啊，佮有推理嘿，因为有讲嘛，有讲咱是侦探，所以定着爱有推理的迄个部分嘿，所以足期待。多迄拢是我足介意的主题呢。嘿，啊，今日就想讲用台湾话来算互大家看吼，啊，废话真正是讲有淡薄仔济吼，咱就会当开始。嘿，对话有食饭也好，有食饱就好嘿。大家若要袂食的吼，通去买一个暗顿来配电动，配迄个阿火算电动就对啊。毋是迄个吹啦，吹是吹煞吹讲的吹啦，嘿，无要甲你吹吼。咱就开始啊吼，嘿啊，小等咱若画面啦，应该袂伤大声吼，伤大声恁才甲我讲，咱就开始来体验。有分迄个难度无共的，有分剧情模式，推理的节奏较轻松，适合当接触推理 game 的人。啊，搁有是推理模式，嘿，伊这是推荐的迄个难度呢，啊，节奏较紧，想要较深入体验推理的即个趣味的人，就爱选这，嘿，啊，通讲吹较好，啥物意思？啥物意思？啥物意思啊？伊哩，恁的要求是有愈来愈奇怪哦。我毋知影，我今日徛只，啥物有做吹伊哩模式，无即种哦，吹哩。好，多谢大家。我毋知影我徛伫遮敢会炸着画面吼，那咱才来调整。好，安尼咱就来开始啊吼。来，哦。ある日、理と呼ばれる宗教が突如として台頭した。听无日本话，叫做理的宗教，安怎？その勢力は驚異的な速さで拡大し、熱狂的な信者を次々と引きつけていく。叫做理的宗教，啊，信徒足济就对啊。だが、それだけではない。理は人知を超えた技術によって回転子と呼ばれる発電施設を築き上げたのだ。叫做回転子は燃料を一切必要とせず汚染も生み出さない奇跡の装置だった。这厉害。この不可思議なエネルギーを求め、あまたの都市や国家が次々と理に身を寄せ、安尼敢有理？有啊，有理啊。飲み込まれていった。有一个宗教，或者理当然有理。最大の宗教となり、そしてある日、ごく限られた者たちのもとへ招待状が届けられる。什么啦？咱无阿辉。大聖堂で什么物件？選抜への招待である。勝者は神となり、いかなる願いも叶えられるという。我要成做新世界的神，感谢呢。有理，毋是啊。来，头拄仔迄个剧情大家拢有看定吼，应该无咧迄个无用讲一寡有诶无诶无营养诶，应该拢有咧看啦吼。这是李教本部大圣堂所在的城市，有几若百万的人口。阿选阿蛮欢迎
什么供养依理菩萨，卖伫啊！好啦，这废话互恁去讲吼。啊，我赶紧来带大家看今日剧情哈，无咱看袂了就好笑啊！其中超过一半是李教的信徒吼。这都市有做大圣堂是吧？想袂到我嘛会收到这邀请的批吼，看起来你真正足需要我，看起来你真正足需要我，这是啥物代词？这是啥物代词？你真正足需要我诶！哇！来，我英语无好。这啥呢？这啥呢？擦掉，这擦起来是啥物意思？当然，啥要带大家？毕竟甲阿兄比起来吼，其他的人类敢若是一啥物意思？其他的人类敢若是一阵会晓行的肉就对啊。你甲我等咧，我来信教，就是我生活有代志，超出我人类的能力，我搁爱家己去做声明。啊，毋是，你会当得到力量啊！你得到力量，你若是想要创啥就创啥，你毋是真快乐？可能对有的人来讲是安尼啦。我毋知，我是今日就是一个负责算game的人尔，莫问我遐济。这啥物面？我原来讲老实话，就是因为你是真心安尼想，才会遮尔去恐怖。伊到底是甲啥物件插起来，这一定足重要诶。雷娜，你有做雷娜是阮小妹有得到一种认知的病，啥病？强迫症。是毋是应该先讲一下今仔日的 disclaimer？ 强迫症，好，我袂好读。可能一直洗手、整理物件也是，有淡薄紧的，看袂了。强迫的行为就是无法度讲白菜力量毋是这两字呢。想袂到我甲阿兄拢有收到邀请，这兄妹比 no game no life 的抗白较摇摆。应该是敢若小妹啦，敢若小妹讲其他人类拢是一定会晓行路的吧？阿兄无安尼讲啦，阿兄无安尼讲，阿兄无安尼讲。对于迄个批内底内容有淡薄疑惑，比如讲选拔的方式，也是正做新明的讲法。形式不明，我知 ，this game 应该是啦吼。赢的人就会当真做新明，佮会当实现任何的愿望，佮是安怎一回事咧？阿兄讲有想要实现的愿望，比如讲变做好野人，需要，我嘛想要变做好野人。我这边无遐善巧，我的力量是啥？我太知，欠的钱是够我换一世，够我换一世人，若准我明仔载，迄倒做善巧。你上，你上，尻川到德国就变好野，好野啦，毋是伊你有的话吼，就是特别无适合你来讲吼。好，咱继续。华人来遮基本上拢 death game 有你啦，若是迄个剧情，就是讲一开始就迄个做啥，招一群人来遮，毋知影要做啥物款的。迄个比赛真有可能，啥物胖啥？你是讲角色吼，毋是讲尻川斗啥吼？免画目睭，喂，免画手，毋是搁较好，手搁较歹画。无然话咱真紧就会知影答案啊！好，毋是你是啥朋友啊？你是啥？伊是李教的信徒，原来是信徒，能为神明候选人，请入来好。那笑到安尼喂？尻川嘛，是咧讲啥？恁好好讲话哈，哈。对着李教的这个成员吼，做伙入去。即阵我也毋知影，我也毋知影，这个胜利者的真做神明是有影的代志哈，我是凶手。安尼免算啊，安尼咱已经知影迄个答案啊。
尻川是尻川是啥物？太有人毋知影尻川是啥？鸟咪狗最暗蛮环境你来尻川就是你的大腿搁较位顶悬起哩，啊，伫你的骹正边搁较落去迄个所在啊，逐个人拢有啊，这也无啥，动物嘛有啊，这也无啥。来，咱好好看剧情好无？恁遮的人足歹控制，恁有够歹控制。这是啥？头拄带咱入来的人咧。伊带咱入来了，随着消息去，佮甲门锁起来。锁起来。若真正要 death game， 安尼锁起来，毋是就准备要烧台。阿兄，伫甲其他人交流进前，咱上好先调查一下即个房间好。好，市区盘就会当叮当。阿勇，阿曼欢迎你来哈。市铁就会当看线索，市 Q 会当看你经超出到的线索。锁起来，佮安怎？锁起来，佮安怎？锁起来，恁嘛有话通讲哦。好啦，咱来看线索，足济呢。歹控制嘛，毋是头一讲者，是安尼无毋对。好啦，安尼较有趣味啦，即题是啥？即题是安怎 error？これはなんだ？これはなんだ？我嘛想要知影。大家暗火箭，暗而已，暗啊！这是咱的稀尸体，稀尸体暗，之前无看呢。欢迎你今日来看看，叫做啥？讲台语拍电动。哈，这应该是甲骨头磨脆变做骨头糊的机械。顶边写 error， 看起来是歹去，无法度用。我想处处喂，莫有白讲，你会当讲，你会当讲鸟厝啊无洗身躯嘛是有趣味啊，火烧厝无好啦，顶面写 error 无法度用好 ，error 无法度用，所以说等下看着骨头糊都毋是用即台磨的就对啊，可能是用咖啡磨咖啡的机器哦，无啊，这可能嘛无好，咱看下有啥搁有时钟，啥无你嘛，有一只鸟厝啊。无人讲你无洗身躯，你若是心虚，你若是心虚，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哦。これはなんだ？这啥？即摆时间是11:15。这敢莫记？这敢有重要？这敢莫记？但是市 Q 是毋是会？市 Q 就会当看啦。有替我写起来。即摆当有讲的拍字，大家对啊，我知影迄个输入法有更新对无？系统，等下火车，咱先关掉吼，惊迄个 YouTube 袂堪入。雄想起来有即站代志。有啥？这啥？粪扫桶。これはなんだ？有成粪扫桶。结果毋是。结果不明的发电装置海天赛，头拄大家有看剧情都有看到，这是迄个吼李教的科技，李教上重要的科技，就是足清气的发电的设备，或者发电的技术，或者海天赛，甲外口的是塔的这个形的无共好，看起来是迄个叫做啥？看起来是室内用的这个小型版本。海天赛会当生产无污染的能源，这是所有的国家拢想要破解的技术哦。对啊，敢无人想要拆开？可能拆开会爆炸着。听讲因足坚定的，无法度拆，嘛无法度透视无法度透视内底的结果。就算勉强甲拍开，那互你搞发现，阁有可能会有未知的性命危机哦。有生气，就是因为甲海天赛拍开，结果就毁灭去哦。这是啥啦？这是会爆炸哦，这可能会爆炸吼。阿兄会遮尔清楚，敢是想要拍开？敢是捌想要爱拍开这个海天赛哦？お兄ちゃん，应该是哦。有啥？你好做啥名？这够歹听起来是乌白鑫开的，你嘛知影乌白鑫，伊真正是有出名。
头拄仔迄条无记伫内底哦。无呢？哦，哈，客文伫内底骑脚踏车送，客文是送。马自里阿曼，欢迎欢迎。哦，欢迎新明的候选人，毋是咧讲马自里，我是咧读台词吼。新明的候选人，敢有登记迄个号码？敢有号码？候选人1号，还是啥2号候选人？反正有呢。你是谁？伊会讲话哦，我是这怎样读？仲裁者甲主持人，甲个叫做代理教主，代理教主的会使哦，代理教主。我是机器人啊，机器人。登记第1号雷华嘛要来选这哦，你嘛要来做新民候选人，毋知影要创啥哦。我即摆咧伊可能是要烧台，你爱确定哦。现在你叫家己叫做代理教主啊，原底的教主咧哦，伊暂时为着要参加，伊家己嘛参加哦。哦，教主本人嘛来参加就对啊。哦，所以伊暂时第2号阿玲好，即摆互大家报名，恁直接伫我的开讲室报名，请。嘿，火即个微信目标要用台语参选总统无？即站代志无？嘿。代理毋是伫台中，毋是迄个代理哈，多谢。哦，教主家己嘛来参加，伊暂时无要做教主，选了进前会请代理教主，毋是伫迄个台中代理的，毋是哦，会请代理教主来主导哦。你是信徒，头拄有讲对无？有挂即个目睭暗，目睭有迄个牵起来，应该是信徒。毋过咱敢是信徒？咱会来参加，反正嘛是信徒呢。哦，我偷偷看一下边仔的神秘的这个人，敢讲伊就是教主？毋知，咱毋知。你的教主生啥物形，无人知影。伊敢看起来甲你相共？这是秘密好，秘密袂晓讲。好。啥物意思？啥物？超多的对话有倒位下流啊？毋是教主哦，恁遮个人，我因笑开平，我较甲有讲，倒位下流啊？是咧？毋是教主啊，毋是教主，遐才无下流，是比普通人搁较迄个不输贵淡薄尔。哦，好，多谢。无啊，好，过来，搁有啥？哦，有咱小妹啦。高级的说，啥物？倒位高级我都会听无。好，恁欢喜就好，我无要参与这个。好，小妹啊，有啥物代志？现在听我讲好话，伊个有开线呢，伊个有阿兄的开线呢。我知影你袂讲袂贼，所以遮互人感觉足恐怖有影。袂晓讲白菜的人啊，哦，这伤况有淡薄仔超过，会惊啦，会惊。过来，这啥？涂骹舞台。これはなんだ？哦，这是啥？竟然是迄个伤况，顶面有大瓢啊，净化咯。用刀，甲你到位做人，敢是做人？拍字看觅，做人，犯罪人，或做做人无毋对，甲做人小气用了爱，互伊冷静，毋是冷静，爱互伊迄个冷却吼，冷却5点钟。つまり。简单讲就是来甲人小气哦，小等迄个武器有啊，凶器就有啊。边仔有一个饲钮，敢要拍开看觅？你是要烧啥？烧空气？拍开敢袂足危险？哦，这只是拍开迄个净化炉的门哦迄个点火的饲钮伫别个所在好 ，OK。
好，先检查看觅，好。主创讲好，安尼迄个出代志怪主创，小伙子卖啦，回来啊！小等大家都紧走哦。Open Sesame， 门啊开门，太庆烟。哎哟，内底有啥？骨头夫救人哦，拢无咧整理哦。本体就是血感烧起来，我嘛唔知哦。毋是我本体是啥妖怪，毋是血呢？你哪会对我遮无了解啊？哈 ，Human.zip， 你爱确定诶？啊，可能安尼讲嘛是无毋对啊，毋过你爱确定呢。恐怖红影。这进化都怪怪，倒位怪怪，你甲我讲，唔知影，就是讲倒位怪怪好倒些。唔知影倒位怪怪，要毋过怪怪。好，我来看卖啊，这台是啥？荧幕。これはなんだ？これはなんだ？荧幕写啥？这放上可能还飞骨头，别卖我别讲。这台机器会显示房间内底目前偌济人就对，好。啥那需要这种机器？小等催你会用到啊！可能是因为需要知影内底有几个人要活咧。这敢有算骨头面？应该无，这应该是骨头搭 zip。对这房间啊，愈来愈不安吗？不安。就安尼哦，好。朋友啊！你嘛是来参加一下？敢袂当问你啥？那倒骹无穿鞋？伊倒骹无穿鞋，正骹有穿鞋，对对。人可能无想要插你，只要甲我讲你的名，我就袂阁甲你搅扰咯。这是咧，这小等着问电话啊啥？伊或者啥？或者判？这敢是读判？冷静啊，开讲是冷静啊，莫安尼，莫安尼，判下，这是安怎读？是，毋知。伊嘛是礼教的成员，嘛是迄个，这个面有影欠拍，有，或者妻子呐，好，妻子呐，你好，愿你理解一切，你之神祝福你。什么意思？所以是讲迄个问人啥怎无穿鞋，伊就会无法度无愿意甲你讲，所以伊就愿意甲你讲伊的名就对。讲啥呢？お兄ちゃん。过来，这啥？これはなんだ？韩多鲁。顶面的开关若是为倒平射过，就会当甲净化炉开甲1500度。毋过则无看到迄个喙骨分析，无看到磨骨头的设备。有啊，明明就有啊，头拄仔正手边毋是都有一台正手边毋是有一台迄个磨骨头的，毋过就是讲歹去啊。加接机，人红烧去了，大多数物件会消失，敢若剩骨头。你专业的骨头糊是骨头烧过了后，用迄个机械磨脆，才变做骨头糊的，毋是烧了就直接变做糊。是安尼哦。这我毋知呢。这我原底真毋知。竟然是安尼。什么意思？现在恁阿兄对这有研究，啥啦？敢算一种啥？那会敢来当讲老实话。主创嘛知，啥都会知。血肉加接机，今日讲嘛是无对啦，毋是已经烧了啊？伊讲迄个血肉拢烧了啊，应该是剩骨头尔。确实捌听过，足侪人加入这个礼教了都消失啦。内底秘密比咱想的搁较侪，恐怖。政府也袂管你。对啊，已经无血吧？安尼是骨头加接机嘿。
入金斗，什么？我对这个民间的这个啥礼数，其实足侪是毋捌的，嘿，所以可能爱靠大家教我才知影。知识不足，无血无肉甲接起。多谢阿玲，多谢阿玲。这阿玲讲的哦，阿玲讲的哦，各人做业各人担哦，你甲我无关系哦。喂，伊头，喂，これは何だ？房间内底迄个电火开关，若是关掉，规个房间就会全乌去呵。哦，金刀红就是带骨头的哦。门诶，これは何だ？敢出去？敢袂当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门互关起来，无锁匙就把都拍开呵。欢迎大家，我是代理教主。阿辉无入过做啥物意思？主创，你搁想一个，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这个选拔，敢是选拔顺利进。我台语若讲毋对，大家会当甲我指教哦，我欢迎大家来指教哈。电子圣经，这咱手机内底嘛会当安装电子圣经。我知影有个电子圣经，佮有白话字的通看。我最近嘛毋是最近，其实我安装足久啊，一直拢无看。骨头妹，阿妈欢迎，头拄大家才讲到你呢，虽然毋是啥物好代志，毋过歹势。毋是，伊胸坎头前，这是安那有一个笑面的，这是啥？宣拔哦，是宣拔，还是宣拔？哦，多谢大家补充。我台语无好哦，歹势。负责来算 game， 电子圣经互大家内底有各种的资讯。骨头面，歹势骨头面，因为这个 game 内底吼，咱看到有迄个甲人烧做骨头的机器，所以大家都想到你。这我无多控制，我会开讲说真实的，毋是调讲要安尼啦。已经甲迄个参与者的资料藏伫大圣堂内底电子晶片内底，请家己去找好。诚做选拔的主持人，袂讲白惨嘛，袂甲任何人斗相共好，无代志好算就好。感谢骨头妹。大家爱有礼貌哦，姓李者敢袂当真做神明哦，莫激动。听起来真可疑，真做神明啥物意思？对啊，足恐怖呢。敢毋是啥物好下场呢？凡说迄个真做神明了后，就足后悔嘛是有可能，可能有啥物代价吼，可能爱付出啥物真大的代价。阿辉无咧嘛，拢我的毋对，我拢我的毋对，歹势。你得到迄个操控世界的力量嘛，会当实现任何的愿望有影呢？安尼讲起来，有影是互做神明较适合。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伊讲的话是啥物意思？李教的势力遍布伫全球，若是得到因的支持，确实是会当实现大多数的愿望。我叫是迄种愿望，是讲啥物？互迄个已经过身的人搁活，即种的会当互过身的人搁活，还是啥物？搁有啥？就即款的，通常会讲神明的程度的力量，应该是爱到安尼吼。请相信我，确实有办法会当真做神明，只是到当为止无人发现哦。我台语算无好，一堆人拢袂晓台语。我无安尼讲，我毋是安尼讲，所以无影响上，无影响我这会当理解，就会当发现咱身躯边的神，啥物就是身躯边的神。对啊，安尼到只是无人赢过，可能这头一摆啊，这可能是头一摆的选拔啊。对无？有可能是头一摆啊，可能就是已经即马才发现，开始有人咱假做家己袂晓台语啊，你搁想看觅？既然恁知影安怎会当变做神，啥无爱家己试看觅？对啊，啥物？伊的心，搁有色鬼迄只毋知影是啥？会看会到伊内底骨头呢？虽然可能是电子的，迄个啥？
机械的骨头，啊，毋过看到内底迄个变仔骨呢。阿玲袂晓代志，你搁想看觅？你搁想看觅？恁遮的人，因为无法度，是安怎？若是无用人类当理解的形式进行，毋管是神明还是恶魔，拢袂降临。好，我听无你的意思，敢会当解释较更较清楚。若是我讲你免代价，敢有可能免代价？我才无咧信道，你毋免付出任何代价，就会当变做神明。你敢会相信？我袂呢，我袂相信呢。哦，哇，这听起来足哲学的。敢若知影啥物拢毋知哦，我敢若知影我啥物拢毋知哦。好，我来学起来。毋是变哪骨，变哪骨，乐骨啊，乐骨。人类是需要因果连结的生物，需要因果连结的生物，爱付出牺牲才会当有收获，系有影？爱有祭品神明才会降临。哦，定着是 Death Game， 我就知。祭品，我有一个无好的预感，代理教主刷来讲的话，证实我的这个猜测。为即要开始解说选拔的规则，来，请说。选拔的方式叫做狼人杀，逐回合我会指定一个狼人哦。狼人爱暗含家己的身份，伫限定的时间内底杀死别个人，而且无爱互掠着，毋是无爱，袂当互掠着，避过其他的人的这个追捕，就会当变做神明，实现愿望哦。讲遐。哦，简单讲，参与选拔的人就爱小台。这是 Death Game 啊！我就知 Death Game。看伊头壳顶两支角，伊敢是我的亲情？毋是有角的拢我亲情呢？你安尼讲，迄个牛嘛是我的亲情，你搁想看觅？哦，较拼的哦，台人也是卖红台。好，多谢。待て，我甲因小妹名叫做。Lena， 我甲 Lena 无想要参加，毋是迄个狼人，喂。哦，你敢确定？哦，讲一摆，胜利者会当实现任何的愿望。迄只搁咧受气呢？伊胸坎头前迄只到底是啥？这只到底是啥？毋知，知就压水啊！我爱压水啊，啉者水吼，小等压水，好有压水啊！哦，无论偌尔喊过，偌尔无合理的愿望，你搞拢会当替恁实现。哦，你知影恁是安怎会收到邀请？是安怎？因为恁的心中拢无论安怎嘛想要实现的愿望。哦，啥梦看卖后白讲 ，slime 有成 slime 啊！兄，我是你的小妹，我知，拜托你，莫甲我刣。拢还袂抽签呢，也毋知影啥是狼人，你莫紧张啊。お兄ちゃん。小可成海体，有成。若是离开，你就永远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啥物愿望？毋知。兄，我想要带丽娜我头就走，毋过我的双脚反背我的意志，甲我定伫原地。看起来你已经下决定啊！放心啦，无论你祈求啥物，只要你会当理解，理教之神拢会替你实现。所以是爱系家己有法度理解的愿望就对，若是家己无法度理解的概念，就是无法度实现的。听起有淡薄哲学，毋过妖算有理吼。恁的牺牲会得到回报哦！代理教主甲双手叫做春开神啊，请带领迷途的阮应该是阮，请带领迷途的阮，请带领咱正做请带领咱头一个正做神的候选人，毋是伊头拄是咧甲神讲话啊。叫神来带领毋过带领啥物？带一个候选人，互伊变做神，嘛无讲神干来当有一个吼，安尼应该嘛 OK。
来，哦，啊，李教是历史上真正的宗教，哪像捌听过？马道哦，马道，嘿，马道。哦，抽签吗？抽签吗？今仔日咱是村民，咱是村民。大家人眼中的身份拢无共，有人目睭迄落咧发光的对无？嘿，我嘛感觉有呢，就是迄落要安怎讲？伊的动画做好看的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游戏的动画好像蛮多的，都蛮精致，就是有很多很精致的动画。等下大家应该还会再看到很多个。其实我有偷看一下，真的很好看。大家人眼中的身份拢无共，有的大师读起来做像教会的牧师，啊，就爱安尼读才有迄个味对无？因为伊写的大师就互我感觉有可能有参考咱，就是实际上真正的教会的迄种用词还是大师，所以我就感觉讲，应该爱去尽量互伊有迄个滋味，听起来较有迄个感觉。意思就是袂当创造一粒家己举袂起来的石头。哦，这是迄个进前迄个哲学家的迄个讨论，道量开眼，应该毋是开眼，敢是开眼？道量开眼。无，我是看迄个一套迄个目睭咧发光啊，应该是看到啥物好看的。农人请伫1点钟内底杀人，村民请尽量莫互伊杀死。選抜開始。哦，选拔开始。人遮少就要算。对啊，咱有几个人？一人三。伊敢有算？伊若无就一人，佮有头拄有一位信徒，安尼3个人。目睭发青光，毋是呢？敢是安尼讲？人遮少就要算。毋是通常爱5个人啊？这回合是迄个啥物序幕？别人伫别个房间看，这无公平啊！人伤少无适合共产，就讲农人，毋是迄个农人啊，是咧。那这回合无分出胜负，就有搁较侪人加入。是安怎安尼？用恁的讲法，就是跳舞，对一个词是跳舞。跳舞，多谢补充。这回合是跳舞尔，用恁的讲法，这是教，这是讲互咱听的咧，这是新手教学。要用这回合示范，迄个宣布安怎进行？逃出，这是逃出，跳舞，哈哈，互主创拍去啊！安尼应该是逃出才对。所以这回合的龙人杀，敢若是逃出尔逃出。恁知影李教有偌认真？我今做好骗呢，只要用鬼底目杀，毋是无要讲歌词。无公平啊！啥怎要变600？无冰单。树木若较文言就讲树木只树木。我较介意逃出，逃出较白话款，我感觉较听有。对啊，咱是安怎？我知影是序幕，好多谢。咱是要加参加一回合。换一个讲法，恁有加一摆的机会，加一摆实现愿望的可能。好啦。毋过照目前的规则，敢若有农场有可能会赢，对无？对无抽到的人来讲嘛，足无公平。你毋是无想要抽到，啥物意思？你毋是无想要抽到？就算是村民，只要会当活过这回合，嘛会当得到奖励好。鸟咪拢共欺负无啊？他有，伊也无法度甲你变600，你莫紧张。这特殊的奖励，变600嘛算一种特殊的奖励吼。这个特殊的奖励会当互恁伫以后的回合摕到较有利，就是摕到优势就对啊。好，人数遮少，安尼就代表若阵你若毋是农人，因两个拢会变做农人的目标。安尼讲嘛对。主创注音足厉害嘿，多谢主创。建中老师，欢迎你来。
欢迎啊！今日咧用台湾话算台湾的独立制作的game。我尽量吼，小等若讲毋对的吼，因为我台语也无介好，若讲毋对的，就请大家甲我指教吼。哦，安尼想的时阵，异变发生啊，房间乌索索。你若毋知影龙人美伫倒位，莫离开我的身躯边啊！话当讲出嘴就后悔啊，是安怎？哦，因为伫迄个暗迷蒙的所在，喊出声会互人知影你的迄个位啊，是啊。你若紧选好阿扁啊，袂赴欢迎我的头痛啊好，这昏，可能死昏去啊。哦，头红卡着啊，倒啊，看无。视野渐渐高起，伫一片黑暗中，我甲丽娜的过去熊熊亲像走马灯共款出现。来广告广告时间，龙人美伫对我来多谢。来，粒苹果，一切迄个开始拢是为一粒苹果讲起啊！自我捌代志以来，我甲小妹一直伫高二，敢是安尼讲，一直伫高二湾院，毋是高二院大汉。广告时间，才有咧拍广告啦。咧高二院真特殊，内底收的囡仔全部拢是有精神也是认知方面的病。你若有强迫症哦。我的病是联觉高二院高二院嘿，无毋对，嘛做联觉联觉我知，我的联觉足严重的亲像一张复杂的梦，高甜听到声的时阵，我会当看到色水看到色水的时阵，我会当食到气味，食到气味的时阵，我会当听到声音，这可能有淡薄困扰。这过程一直循环，互相影响。对我来讲，一粒苹果毋乃是一粒苹果，伊进入我的视野的瞬间，我就同一个时阵听到、闻到、食到、佮摸到，连甲乱七八糟的五感，互我的头壳互我的头壳不时拢承受伤过强的刺激，强要离开啊！阿兄，这互你啥物？看到我因为这种病，长期迄个倒伫眠床顶，歹苹果，啥物？Bad apple， 靠腰，多谢。你若四界奔跑，替我找来迄个耳访、目镜、手套，佮有一个甲耳仔搭起来的空气，互我鼻无味就对啊！空气清净器。靠着这物件甲我的五感牵起来，我才有法度勉强像一个正常人共款生活多谢恁的白礼铺，互我有笑着。好景不长，敢是安尼讲。随着高二院倒去，我甲丽娜无依无靠，生活陷入这个困境。丽娜倒伫涂骹，白黑白胡椒啥物？我尽力甲我尽力甲食食让互丽娜，毋过要真细汉的伊已经到极限啦！拜托啊，我目睭刻刻，拼命祈祷，不管是啥拢会使，请甲丽娜救。出现伫咱面头前的，毋是神，嘛毋是佛，甲咱救的是一粒苹果。尽力是尽力多谢阿叔尽力。伊生出来落伫我的手头，哇是苹果！你若摕去大喙咬落，就个恢复伊的精神。毋过这敢有一时仔的效果，奇怪，明明有食苹果，哪会腹肚枵是作枵的？你若搁再倒伫涂骹。我目睭刻刻开始想，熊，搁一粒苹果出现伫我的手头，
我知影，我的感受力比一般人搁较面，袂晓读，无读册的下场。讲搁较敏感应该嘛有通，我的感受力比一般的人搁较敏感，是一个强烈的感受力、感受力、互我有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力。哦，因为我啥物？或者我理解苹果的全部，我理解苹果的全部哦，所以我想象出来的物件吼，甲迄个真正的苹果有够接近的哦。OK。毋知影是安怎，即种的想象竟然会当互其他的人看到，后来我才知影，会当甲家己的迄个异常的认知甲病影响着其他的人的即种存在，就互人叫做病灵者。我将我的能力号做世界创造哦，有够酷哦！即个名，安怎讲较敏感，因为我想到的事就是敏感。你想要创啥啦？主创，迄个敏感无毋对啊！哎。我会当创造甲现实足接近的幻想，哦，佮会当甲四周围的人入来即款的想象中。为着要互我甲我的小妹活落去，我就开始用即款的病灵来世界共骗。病灵者，病灵者，我创作珠宝、黄金，哦，佮有美食即款的高价的物品，哦，佮卖出去，哦，受骗的人离开我的身躯边了后。才看到伊买物件，亲像烟共款，就消失去、散去。即款的日子哦，过一时，凭你的喙齿较敏感，啥物意思？真紧报应就来啊！哦，白贼讲伤济，我开始分袂清楚啥物是真的；创作的幻想伤济，我嘛开始分袂清楚即个现实甲幻想的界线。哦，倒位敏感，我夹着苹果的时阵，我已经无法度确定家己食的是真正的食食，还是我的想象啊！啊兄，苹果敢有好食？因为你若无法度讲白贼，所以我确定我真正是咧食物件。哦，后壁有车，后面有车，毋是？啊兄，头前有车，你哪会安尼撞过去？伊甲我扭掉，我才无互迄个真紧就驶过的车弄倒。原本就是这个车是我的幻觉，你后壁有车，到现我才知影，你若已经是我唯一会当挖靠的对象，我爱挖靠伊才会当确定啥物是现实，只有伊的话语甲判断才会当互我确认家己的处境。毋过即款的关系无对，是安怎无对等你趁钱，互伊开啊，伊替你迄个检查你敢有活伫现实，应该算是拢有做代志啊，拢有做代志啊。竟然是是这个意思，因为对着我这个罪犯，变做警方的迄个通缉目标，所以一定爱过着这个走路的生活哦。不管我安怎甲伊撒开，袂讲白贼的伊，拢会照家己的心意带伫，毋是，拢会照家己的心意踮伫我的身躯边。若是佮继续安尼落去，伊就会互我拖做伙毁灭。可能敢若有理教掌握的未知科技，才会当实现我的愿望。你的愿望是啥？我希望你若会当甲我放袂记。希望伊有除了踮伫我的身躯边以外的未来。好，毋是你的愿望，就是互恁做伙变做做好嘢，就毋免犯罪啊。像哪一直爱人甲你放袂记咧？目睭八金真紧就发现无对同的所在，对无对同。你即马伫倒位？我倒边哪看无？某一个方面来讲是好人，应该是啦。伊可能嘛是因为真正无法度度生活，才会来迄个做一寡歹代志。可能就是讲本性无歹。我倒边搁看有啊。头拄仔线索拢要伫的。咱来看涂骹有加啥？这是啥？哎哟，这是
我看一下四周围，房间内底除了我无别人。有人互龙人抬起啊！哦，请你敲出线索，找出龙人的真实身份。啊，这是死人骨头哦！我在天上喂，卖我白接。哈，这死人骨头呢？我的倒病是安怎？一时啊，迄个倒病是不是？有一个人讲倒病无穿鞋，倒病敢有重要？これはなんだ？死人骨头吼！其实呐，头拄仔滴过迄个目睭暗，顶面有火。搁有无？哦，这是啥？これはなんだ？头毛，这头毛是你那头，冇可能是你的啊！你的头毛甲你那头毛看起来一模一样呢，反正是你家己的头毛啊！涂骹的骨头，敢是阮小妹的骨头？多谢 Sylvia 降落，阿门，感谢瑟维亚的降落，开台辛苦了，好突然，感谢。我们现在在玩台湾的独立制作游戏《疫病侦探》，好玩哦，有很多我最喜欢的要素。我其实一直蛮喜欢玩推理游戏的，对，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用台语玩游戏，所以小蛋就会听到我一直讲大家做回来，多谢 Sylvia 带大家做，对，海天赛来，对啊 ，Sylvia 嘛是海天赛呢，这个 game 内底多好嘛有海天赛，太安尼，讲到暗欢迎，来跟大家写这问，我是一只海豹，晚安，欢迎你来，当然有咱 Sylvia 暗欢迎你来，搁有咱呢，看起来要安怎甲你称呼。Eason， 干嘛叫你 Eason 暗欢迎你来，欢迎大家来啊！我是会记恁的网络好处边，平常时呢就是会讲蛮多台语的，然后有一些直播企划也是跟台语比较有关系，所以如果有喜欢多听点台语的话，就有事没事可以来看我啊。不过我看得懂中文，所以在聊天室打中文也 OK 哦。大家当做家己刀哈，较轻松的哈。咱继续。涂骹的骨头，敢是阮小妹的骨头？搞笑，请家己去找线索，家己找真相好。若是你若死去，你会安怎？免问啊！你会安怎？这动画真的好好看哦！敢若意识到你若无伫身躯边，我的身躯就开始甲你皮扯。袂使，袂用得，我要振作起来。要无到绝望的时阵，看起来敢若会当家己找线索来推论出答案啊！大家吃饭没？忘记问大家了。降落的朋友，食饱未？你有食暗顿啊未？会当哪食暗顿哪配咱的电动哦，过来，搁有啥？减一个人，对不？减一个人。荧幕顶面的数字是3，头拄仔是4，减一个人有一个人死啊。甲呾入房间的时阵比起来，数字有淡薄无共，毋是淡薄无共，无共就无共，数字无共啊，减一个人。头拄仔是安怎？你敢有听着？心内无好。心内有无好的预感，你食咖喱饭，互人叫过迄种哦，安尼是好还是无好？你是有介意食有辣还是无辣？我嘛较爱食无辣，家己要食的时阵才辣。心内有尖，毋是心内有无好的预感啦，什物心内有尖啦，无要唱歌，恁遮的人。半派还有恁欢喜了，感情爱拍开，刚才看到无法度理解的物件，毋过要找到你呐，敢若会当安尼做，莫啦，小妹啊，莫死啊！头壳有空，啥意思？你是咧甲我骂哦？漱一口气，拍开净化路的门，
Open Sesame。得奖的是骨头面，好骂着，啥物？有人骂你头壳有空，甲你骂着者。骨头互摆做敢若有正手柄的形状，啥啦？这骨头甲涂骹摆的形状共款呢？虽然无想要安尼想，毋过甘的。除了我以外的人无啊，阁有凶手啊！嘿，除了我以外的人拢死去啊，阁有凶手啊！倒一摆毋是骨头呢，真正咧黑白讲，真无礼貌啊！これはなんだ？这是啥？这是啥？哦，韩多鲁，咱的韩多鲁，这个开关敢会当为正边的 off 来转，这安尼是要安怎？安尼开这个火化的功能呢？头拄仔毋是讲倒手柄会当转到1500度？头拄仔毋是安尼讲的？阁有啥？代理教主你好。因为是头一回合，一摆免费，互你一个电子晶片，内底有重要的情报啊！好来，好，请问你有做啥名？我是 Kizuna。这是头拄仔做的测验，你敢知影家己有啥物问题？毋知。你看我手头有啥？一支笔，安尼，喂，你创啥？喂，哪着安尼啦？喂，这完全无需要安尼呢。咱通常迄个，毋是你通常要互病人迄个疼痛刺激嘛？毋是安尼。我知影要互病人迄个疼痛刺激会用笔甲人堵啦，毋过无要堵遮深啦，应该是无爱遮无需要遮深才对啦哈。你敢知影你倒位老岁？有够恐怖的！对啊，毋是讲无会错的画面，有改做乌白啊，可能改做乌白有较好。我的问题就是规日身躯拢病，敢是安尼讲？我的问题就是头壳疼去散车安尼。你敢知影你倒位老岁？我毋知，我敢若知影足疼。就算我甲这个，卖，就算我甲这支笔插入去你的倒边目睭，你的反应恐惊嘛会共款。你咧讲啥？头拄迄支笔走去倒位？你得到单侧忽略，这是一种会互你的认知产生异常的病。虽然你有法度看到倒边、倒手、倒骹嘛会当自由行动，毋过这个事物无法度进入你的认知内底。看会到，毋过认知袂到。OK， 看会到，认袂到。伊咧哭是因为足疼笑，喂，你莫卡袂得都用笔甲人迄个啦，你异常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你无倒手柄的世界我听无你咧讲啥，只要甲笔放伫你的倒手柄，你就会认为这支笔无存在，你甚至无法度知影家己的异常。对你来讲，倒手柄的世界根本都无存在，你的病人或者抬掉倒手柄，歹势烦了无好。任何甲倒手柄相关的代志、物件，拢会互你的这个会怎么是这个会怎么是这个会啊？拢会互你的认知强制排毒的对啊。这JoJo嘛有出现，我知影有其他的作品嘛有出现过，捌听过。这样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左派了喂。多谢鸟味哥嘴。咱继续哈。咱即马家己的倒手柄嘛怪怪呢。这一定有啥问题？头拄有讲病龄是会当影响别人的对无？有讲病龄会当影响别人，我一定是有互伊影响到啊！你看我的倒手柄一直怪怪呢。咧死！即马要创啥？佮有啥无调查？时钟啊！これはなんだ？倒柄无感觉，敢会是中？应该是无共啦，
即摆时间是下晡5:15。头拄咱困去毋是困去，头拄咱昏去进前，哪像是11点是啊？应该是11点，所以可能安尼差不多过6点钟。距离我昏倒了后，已经过6点钟。是。哎，总算轮到主角啊！我毋是主角哦，故事的主角原来毋是我。お前。你送哦，你竟然连世界出名的侦探都毋知？我的名叫做 Hyper， 无任何的谜题是我无法度破解的。因为惊破坏现场，我都用这个导影为房间外口出现。你头拄敲找到的线索，我拢经过迄个设备为外口听到啊！你根本就是咧偷听。敢若用听的，就会当掌握房间内底的状况。无听过这叫做安乐椅侦探，毋免去现场听的，就对，爱情这首歌，听的就拢知影这个真相啊，就对。凭我的实力，就算无到现场嘛，当破案。但你告诉你，毋是讲即回合要参与者，敢若有咱，应该是阮，敢若有阮。但你告诉应该无参与吼，安尼应该是阮。啥那雄雄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侦探咧？你是安怎伫这时做这个？无讲好，恁无讲啊好，连代理告诉都毋知，你应该伫后一回合才会当出场，即回合甲你无关系呢。先莫安尼讲，有事件的所在就有侦探。我敢若是替大家厘清事实的中立存在，安尼对狼人足无公平呢？安尼对狼人足无公平啊！就算安尼为着公平，你嘛无一定出现伫遮。请你随离开这个房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代理告诉怪怪。敢是侦探？敢是这个侦探有做啥物代志？恁会当接我袂要紧恁接恁欢喜就好。奉李教教主的上尾命令 ，Hyper 会当参加会当参与案情的讨论。真正有较奇怪，毋过对你有算是有利，你就接受啦。真做歹势。头拄雄雄发现谜底的故障，毋过我会记，好，这是上尾一摆，好。后摆袂阁发生这种影响选拔公平的状况，好。头拄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有时只剩孤单，我会晓。你甲教主向你下啥物命令？侦探佮到底佮创啥？若是要知影，后回咱佮继续无啦。哈？哪有可能无在意？哪有可能无挂意咧？请放心 ，Hyper 虽然参与这个回合，毋过无法度赢嘛，无法度输。伫房间外，伊敢若会当参与讨论。虽然无清楚头拄到底是安怎，毋过运气袂歹。这种无重要的代志先放一边。咱先来讨论这个命案开始要来讨论啊！对真相有兴趣尔。简单讲结论，你就是杀人的狼人啊！状况总算是小起来啊！就互我来替两位准备适合战斗的场所。戦闘開始。发光これは何だ？这啥？这你应该真识才对，这就是你的病灵世界创作，世界创造。竟然连房间外口的我都互诱入来代理教主伫后壁是吧？伫后壁足大张。这病灵会当影响的范围比我家己会当做的搁较大足济啊！直接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甲所有人拢诱入来内底。敢捌听过唇枪舌剑？恁的辩论会变做具体的武器，失败的人会互说服，讲出内心稳重的真相。原来如此，若准对方是狼人，我只要伫辩论战斗中赢，伊就自然会胜任。好，教学。倒手边这三支
这三就支，这三支是即个战斗中会当用的线索，你会当用骨刺的即个链啊，也是起盘顶面的起来切换无共的线索。敌人咧讲的话内底有一句是毋对的，你要用手中的线索来讲出伊的错误的所在就对。三支毋是。爱注意的是敌人的发言内，每一句拢有时间的限制，请爱伫限制的时间以内做出你的选择。若是无任何的线索会当指出迄句话的错误，就请跳过。OK。若是有线索会当指出伊的错误，就爱选择正确的线索，佮爱饲即个叫啥反驳安怎讲？好，你嘛会当饲 Q 来看一下线索的详细资讯，好了解。来咯！治疗的开关，佮有即个性命的侦测仪，咱来看卖开关准甲上倒手柄，就会当开火。饲甲毋是准甲上正手柄，就是关掉。过来，即个仪器就是会当看房间内底有几个人活咧。佮会当伊是会当知影人的迄个心跳甲喘气。电火关掉了后，顶面的数字就变做3。反驳，多谢阿勇的补充。所以小等咱就爱甲人反驳就对。根本无需要讨论，当然爱讨论，无你是要创啥的。この部屋は完全な密室なんだ。是密室，有同意。代行聖者を除けば。除了代理教主以外，现场敢若有我一个人，无可能啊！变去，性命侦测仪即马写的数字是3，这表示房间内底有3个人要活咧。房间内底毋是敢若你甲代理教主，敢讲是机器故障，死者嘛互算入来啊？入门进前看到的是，我就是讲房间内底原底有伊个哩嘿，房间内底原底有4个人，一个人翘起了后就变做即摆的数字。看起来你算数袂歹喂，竟然因为简单的算数就互学了啊！不过我有证据会当证明性命侦测仪故障啊！吉方阿曼欢迎你来。搁要冤家来，请冤。面头前有一个完整的尸体，敢有完整？敢若有正手柄半柄，吉方当然无用了。安尼好，你即摆会当来看是要哪食饭，哪看我耍电动，还是无要食饭，嘛是爱看我耍电动。无完整啊！净化炉内底嘛有完整的尸体，无完整啊！变去。尸体无完整，虽然我毋知影原因，毋过这骨头敢若有正手柄半柄啊！所以讲恁这普通人真正是有够戆的，你安尼是美所有人迄时，毋管是你面头前还是净化炉内底骨头，拢是正半身啊！这毋就证明死的是2个人？迄是摆起来有成尔。这骨头拢无完整，正手甲正骹拢是喙骨摆出来的形状，无法度为这喙骨来看倒柄正柄，是安尼呢，所以是黑白白的，为骨头的总量来讲，结果是一个人的分量，凡是有骨头变做糊啊，所以无啥物看会食，莫后白讲，毋过骨头这加接机，咱的加接机故障啊。我是有跳过啥物代数啥？だから，我是无设置跳过啥物代数呢？哇！八音还没够按慢，咱今仔日咧挑战用台湾话耍一下台湾的独立制作的 game，
啊，台语若讲毋对的，大家会当指教者。答案真明确啊！这房间内底敢有一个人死去，性命真切疑无告状。哦，你的结论甲我共款，我嘛是安尼想。吼，上好是啦，上好是啦。お前房间内底是安怎敢若剩你一个人呢？哦，我昏去6点钟，反正这个期间有人入来还是出去？いいえ。哦，无，所以马后炮侦探有影。这个袂输有迄个老师写毋对，就讲无啦，我是雕工咧甲恁考的啦。好来，自从你甲丽娜入来房间了后，就无人过入来还是出去啊？这是一个完全的密室。哦，佮有一个可能，就是代理教主做啥？哦，无，伊是确定是中立的。我相信你。你家己相信的速度有淡薄伤紧啊哦。哦，伊是机器人，他有法度讲白贼啊？敢是安尼讲的？你莫伫遐甲人互相讹了，是咧创啥？这6点钟以来，我干那徛伫即边，啥物代志拢无做。哦，爱相信伊的中立性好 ，OK。你看起来凶手定对是你啊？俺は大家凶手拢是安尼讲的。迄时电话暗去，我随道互讲甲昏去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凶手总算是会使啥物？哪有？对有壁空？这房间内底倒位来的钝器咧？你讲的无毋对，这房间内底确实无钝器。若真正有使用过钝器，顶面嘛会留火者，还是弄过熏者？一个房间内底无这物件。哦，钝器是啦。哦，钝器是会当互组合出来。只要甲即个捏着火的面搭结合某一种物件，伊就会当变做钝器。甲啥物咧？甲啥物咧？头毛无够，代理教主。敢有可能？伤重啊啦！一台机器人，敢有可能？应该是骨头、肤甲喙骨较正常。啊，毋过我想要，只想要知影，代理教主，问就是代理教主。啊，違う。应该毋是。啊，无好笑的迄个，竟然无即种好笑的吐槽，竟然无。好啦，喙骨啦，これが正解だ。用骨头学白镜，无竟一个好笑的啊，做一个效果啊。伊原底就是钝器啊。OK， 甲伊烧做一丸，就会当迄个啊，就会当变做钝器啊。甲我讲互分去了后，佮甲骨头放倒迄个净化炉内底就好啊，有理。哦，所以顶头的火者可能毋是被害者，可能是我的。哦，无错。若是斟酌想看觅，若是被害者是用烧去，他有可能会留火者啊，有理。啊，毋过可能先甲伊讲互分去了后，才甲伊可入去烧啊。哦，若是甲你讲互分去的是妻子娜的面大，就真有可能表示妻子娜真有可能是凶手。我嘛是安尼想的。哦，讲起来，房间暗去的这个时间吼，离房间总开关上近的人，就是妻子娜。妻子娜即摆伫倒位咧？假使你的推论拢是正确的。哦，你讲甲分去了后，有6点钟无迄个行动的能力，安尼会当行动的人就剩妻子娜甲丽娜。多谢，搁咧唱歌恁遮的人，我请你回答我。丧尸啊，凶手佫是安怎消失去的？搁来整理一下状况。一开始入来房间的时阵，性命探测仪的数字是4，迄阵伫房间内底的人是我、丽娜。妻子娜，代理教主，6点钟了后，房间内底敢若剩我甲代理教主，毋对，无毋对，妻子娜无去啊，阁有但小妹无去啊，毋过性命探测仪写的数字是3，所以有一个人未起来啊，这现象敢若有一种的解说，是安怎性命探测仪的数字是3？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个活人藏起来啊！
哦，头拄仔推论有一个足恐怖的事实。あ其实若真正是凶手，佮秘起来，安尼死去的人倒是。あ、分かったよ。哦，死去的人是我的小妹练啊。即摆咧想讲这是真实还是想象的，我毋知。そんな凶手到底藏伫倒位咧？俺は啥多凶手爱用火烧的方式来杀人咧？敢是因为遐有净化炉？若是凶手要甲我陷害，应该会选择更较直接的方式。つまり凶手有定着爱用火来杀人的理由，啥物理由？因为凶手用火烧的方式杀人，咱才毋知影伊秘伫倒位，啥物意思？啥物意思？凶手秘伫炉仔内底。これが正解だ。阿慧啊，原来阿慧就是犯人，好可怜。凶手伫净化炉内底，啥啦？戦闘我搁要来冤開家啊！始连我家己都毋知影，啥啦？啥啦？拍袂开的门哦，咱的正门，市柳的开关，涂骹的骨头，分别6点钟好来。ジョーカルは人を骨まで焼き尽くすんだ。烧甲剩骨头的，温度は1500度にもなるんだ。 1500度的高温，そんな高温じゃ隠れるなんて無理だ。这尔高温的环境，无都有人避入去的。犯人が中に若是隠れ凶手てたら藏伫内底，自分伊家も死ぬ。己嘛会死去的，我同意啊。ジョーカルは人を骨まで焼き尽くすんだ。看卖哦，拍袂开的门，无锁匙，无机关，关起来就无人会当出入嘿。为倒边船甲底就会当开火，啊，为正边船甲底就是关火。喙骨摆做人类的形状，啊，毋过敢若有正手柄，分别6点钟嘿啊，我知啊。温度は1500度にもなるんだ。そんな高温じゃ隠れるなんて無理だ。犯人が中に隠れてたら自分も死ぬ。啊，毋过咱有6点钟诶。ジョーカルは人を骨まで焼き尽くすんだ。烧甲剩骨头，烧甲剩骨头。温度は1500度にもなるんだ。开火阵阵的，遮简单的，你着照伊的说明去做，应该就好啊。遮高温的环境，啊，毋过咱有6点钟啊。アウトだ。哦，真正是安尼。净化炉内底，头可能秘着，头可能有人秘伫内底，凶手就是爱咱安尼想。我分辨了，已经过6点钟，净化炉已经冷却了啊。这房间内底唯一会当藏人的所在就是这。哦 ，Open Sesame。搁有啥？内底哪像搁有别的物件？咚咚咚咚咚咚。若真正看到其真若是凶手，我要安怎？代理教主，我想要问你，ええ若身份毋是狼人，敢会当杀人？会使，啊，毋过无奖励哦。啊，若是主动无意义的杀人，或者选拔方迄个干扰，就会雄雄甲杀人者处决。就算安尼嘛无要紧。お前若阵其实若真正是甲你若杀死的凶手，诚做阿兄的我，就爱替伊报仇。房间内底敢若剩3个人，而且我无杀人，凶手一定是剩的迄个人。哦，你哪有刀？手中感受到某一种坚定的触感。刀，哦，世界创造的病灵顺应我的心意，伫手中生一支刀出来。不过这是我的想象。若真正要为小妹报仇，反正我应该直接甲净化炉的开关钻开，甲内底的人死去。安尼我要安怎做呢？
当然爱先看到凶手啊，若无倒伫内底，若毋是凶手，你就好好笑啊。上无，我爱亲手结束这一切。为着保险，我无去甲伊用刀，爱亲，我应该无选毋对吼。我爱亲自用我的双手结束凶手的命。头一摆看到这个进化路的时阵，反正小妹是凶手，嘛是有可能。咱这剧情安怎行，咱真正毋知。头一摆看到这个进化路的时阵，嘿，对啊，咱若冲崩，咱就甲小妹小去，安尼就害啊。头一摆看到这个进化路的时阵，敢有淡薄奇怪，即马一看，原来是伤浅啊。哦，下骹的铁棒会当摕起来，下骹阁有空间，要安怎甲凶手处理，就等看甲上尾才决定。哦，藏伫进化炉内底的是小妹啊！これも这敢是幻觉诶？作り出した幻覚なのか。敢是？お兄ちゃん啊，那真正是，咱嘛分袂出来呢。哦，你无死，死んでなかったんだ。敢会是幻觉？啊！歹芳，打要安怎？お兄ちゃん看起来遐艰苦。做想要知影，若直接选小去会安怎？这个 game 即马有迄个，我送的是 demo 版的，demo 是免钱的。哦，所以大家看咱的这个说明，吼，咱看咱的说明栏，会当去找迄个 demo， 会当家己下载落来耍，吼。所以若想要知影选小气的安怎，哦，恁会当家己耍看觅，恁就知，哦，连我都毋知，嘿，大家会当去下载哈。俺は我记得是你已经死啊。莫哭啊，莫哭啊！哎呀，哎呀！あ好，这就去小小妹喂，死去的是气质啊，累啦是太人的龙人。举一支刀，顶头阁有花。进化炉内底阁写啥物字？写啥？写啥？写啥？看无？看无？看有啊！我是凶手哦。死前留话也无死啊！这是我的字。你家己毋知哦？因为强迫症的关系，无法度讲白贼。你呐，你敢是聋人？过去6点钟，你经历啥物？想袂起来，想袂起来。啊好，真正想袂起来，是真正想袂起来。进入房间了后的代志，毋知影是安怎，全部拢想袂啊，因为有互人迄个啦，讲头壳啦，讲到头壳，就记袂起来，好，歹芳，哦，伊头壳甲我共款有火者，对啊，嘛互讲昏去啊，但是有人互认定做狼人的安怎？会甲教导做伙甲伊净化哦。就是甲伊处决就对啊，啥人拢想袂起来，对啊，啥人？伊讲伊袂讲白贼，所以应该是真正想袂起来才对啊。我伫满足狼人的愿望的即个前提之下，伊上届符合伊病人的方式甲伊杀死，有够变态的。若阵你若毋是真正的狼人呢，嘛无要紧。若是有超过一半的人认定你是狼人，我就会甲伊净化。真正的狼人嘛会安尼赢哦。所以，若互人当作是凶手，毋过其实毋是，下人就会成做胜利者的养分。つまり，但是伊互人认定做凶手，就会变做祭品献互神明。This game 就是安尼啊！你个问，你已经走袂去，我就袂当输啊！你若毋是凶手，大家迄个亲人红认定是凶手的人，拢是安尼讲，好，拢互你讲，拢互你讲。过来冤家，过来冤家。
时钟握着火的刀，加接机，还有棋子那的过去，被害者は焼死したんだ。烧死的，烧死嘿。お前が気を失ってた6時間何もしてないだろう。啊，我著生气，我当然啥物拢无做，是咧讲啥？Mercury 阿曼，被害者を浄化炉に入れたのはレナしかいないんだ。就可能是レナ甲伊放入去。嘿，彼女は1500度の高温で被害者を骨まで焼き尽くしたんだ。嘿，被害者は焼死したんだ。啊，这刀是，若是烧死，啥有刀？アウトだ。啥那刀会爆火？我甲レナ身躯顶拢无刀伤，若准被害者真是用烧死的。安尼刀仔顶面的火者是安怎来的？哦，所以刀仔定着哦，刀仔顶面有绑着火，所以一定有刀伤。刀伤一定是被害者受到刀伤，因为你若甲我身躯顶拢无空喙哦。这个 game 敢是自动 save？ 我毋知，我先 save 一下。你雄雄安尼讲，我会惊。好 ，save。若是讲烧死了后，才搁扑刀仔就袂有火，嘿，有理。刀仔顶面的火无少哦，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先互刀仔扑死了后才互烧的。嘿，先扑伊一刀，只搁甲伊烧死。安尼嘛有可能，毋过上无爱甲伊插一刀对无？上无嘛爱甲伊插一刀。毋过若是你若甲咱主角拢无着伤，就代表被害者上无有互插一刀。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有通。啊，你若是先用刀仔甲其实若杀死了后，才搁甲伊的尸体等入去净化炉内底烧去。安尼听起来有通，伊无当讲白贼，而且伊的死前留话是我是凶手。啊，那房间内底敢若有3个人活咧，靠图代理教主，只要你毋是凶手，凶手就是你啦。伊家己都毋知呢，伊家己都毋知影伊敢是呢。你先莫讲话。哦，因为我都讲白贼，所以所以若是证据看起来就是敢若有这个可能，伊就会承认。哦 ，OK， 咁已经确定啊，准备开始净化。待て。佮互我淡薄仔时间，有无别的可能性？敢讲除了恁两个人，佮有第三个可能是凶手的人。第三个人，喂，一开始就舞毋对啊！代理教主，代理教主，哦，性命探测仪是安怎判断房间内底有偌济活人的？是看心跳甲喘气。哦，代理教主，你敢有喘气？你这个机器人敢会互算入去？袂，可有一个人，毋知影伫倒位。我是机器人，毋是活人。搁有一个人，搁有一个毋知影啥物人。咱入来了后，性命探测仪写的数字是4，我一直记得是我、丽娜、基子娜、代理教主，毋过毋是，因为教主毋是人，所以搁有一个毋知影啥物人的，搁有一个 X 比起来啊，哎，夭寿哦。有合理呢。毋是哦，因为性命他是一个歹人多些。我要安怎甲你称呼？敢有当叫你，我看卖哦。我看卖，敢有当叫你阿珍？叫你阿珍呢？敢会使？
欢迎啊，真难欢迎你来。这个 X 是存在的，若无这生命探测仪的数字，就讲袂通啊。那安尼一开始 X 是秘伫倒位，我嘛唔知。X 是会当秘伫倒位，搁秘伫罗仔内底哦。これが正解だ。啊，是安怎？是安怎？藏伫遐足危险的呢！若有人迄个无代无志，想要开一下火，你着互烧去啊！是安怎会秘伫遐啦？是安怎会秘伫遐啦？死的人就可能是 X 啊，是基真啊，剩的迄个人嘛，可能是凶手。等下，死的人是啥物人？等。受害者是先互倒扑死，才等入去净化炉内底烧去。所以有证据当证明丽娜毋是杀人凶手，是安怎？丽娜倒伫净化炉内底的情景是，伊无用倒杀人的证据。伊无用倒杀人的证据是。これが正解だ。凊彩市啊！伊若是用倒共扑死，伊的衫就应该要抹掉去哦。所以应该是其实若是 X 甲受害者杀死了后，搁甲伊讲做是丽娜做的。净化炉内底死前留的敢若解说，就是无法度讲白贼的丽娜写落来，无法度讲白贼应该有包括文字吼，写字应该嘛无法度吼。那总已经用刀啊共杀死啊，现在个爱烧尸体，是为着要用火来暗藏净化炉内底的空间，啊，搁诬赖我是凶手，搁有搁较深的动机。就亲像你讲的，凶手有必须爱用火烧的理由。凶手要安怎用净化炉来温麻杀人的火热？用火来应该毋是。穿被害者的衫杀人，穿被害者的衫杀人，佮甲抹着火的衫等入去，有合理呢。伊甲所有的人拢讲互分去了后，啊，佮共烫衫。啊，搁换衫有够搞工的，所以你只要穿着被害者的衫杀人，搁甲迄个抹着火的衫烫落来，做伙烧去，就会当消灭所有的痕迹啊！是有偌尔大的迄个冤仇要安怎杀人？对啊，是安怎？到现在为止，也毋知影死者是啥，有可能是 X 嘛，有可能是棋子呐。毋管死者是啥，丽娜犹原是上大的嫌疑啊！是安怎？但是伊真正是凶手，是安怎爱留即个染火的刀仔伫手头，佮爱留死前留的？对啊！伊太需要留死前的留话，伊完全会当啥物拢毋写，佮甲刀仔做伙等入去烧掉，安尼毋是佮较好？1500度，敢会当甲刀仔烧掉？我毋知。若有人知影，会当补充者。有可能是伊雕工安尼甲咱互人感觉伊无可能是凶手啊！安尼讲嘛对啦，烧烫烫好，多谢烧烫烫。这净化炉内底有影是烧烫烫，无毋对吼。会使1500度真正会当甲刀仔烧去哦！多谢意图的补充。拍袂开的门，韩多路的开关，佮有即个净化炉内底的骨头，佮有性命侦测仪。咱来看卖。そしてお前とレナ以外、この部屋には誰もいない。唔对，搁有一个人，一支会使，一支会使。看起来是敢若有一支无唔对。違う。伊个金属是氧气是吧？金属的氧气的意思呢？好，唔对。哎，到即摆才意识到。搁
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底下明明就有一个人啊，房间内底就有一个人啊。不管为骨头的量，还是性命探测器的数字，死者的数量就敢若有一个人无毋对。若是代理教主无算是人，安尼性命探测器的数字嘛毋对，无毋对。片仔迄敢是 OK 磅，毋是，迄个片仔顶面迄是互伊片别着气味的，因为伊的迄个伊的病有一个病叫做联觉，啊，就是讲伊若是片着味，就会安怎听着声哦，还是安怎？或者就是伊无法度接受伤济刺激啦，哦，所以伊上好是听无啥有，看无啥有，片无啥有，无伊会起笑，所以伊才会搭这互伊片别着味的。一般的降载伫1370开始就会用啊，那顺体就爱1538。哦，你真专业的呢。降体的用点是安尼，所以伊若是降多，就有机会用起。哇，这有讲究哦，这真有讲究。好，即摆数字是3，所以应该要有第3个人，毋知影伫倒位，搁一个人藏伫遮。这房间已经无其他的所在会当藏人啊！搁有一个所在，听有声看无影，看无影。对啊，伊若出声，咱应该听会到呢。有一个所在，甲咱入房间进前比起来，确实有变化。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又感受到无对同。但你告诉我，想要问一件代志。即摆参加选拔的人是毋是拢有一个共通点？是因拢有某一款程度的精神病，还是认知的障碍，而且会当甲遮的异常，甲遮的异常影响着其他的人。つまり，嘛，就是讲，这个 Death Game 的参与者全拢是白灵者。我总算了解啊。自我分别中醒来了后，阮就一直伫某一个人的白灵影响之下，即摆认知无正常，到底是啥物件互改变？你的倒手柄一直咧死，一定是倒手柄有问题，倒手柄有问题。咱找有倒手柄的物件，倒手柄。韩多鲁，你什么时候产生我没什么？有迄种感觉无毋对？尸体敢若有倒袂使选这我爱选3个，搁有一个是时钟，你时钟哪会怪怪？时钟敢毋怪怪？时钟看起来正常啊。有啥物件欠倒手柄的有无？欠倒手柄。这是啥？电火？这毋是。搁爱丁选啊！凊彩一时钟的倒手柄看无？咱即摆时钟倒手柄是看无的。我会当看线色是吧？好，所以咱选时钟。韩多路倒手柄原底应该有红的，毋过即摆无啊。搁有这数字嘛有变化啦，原底4个变3个，这敢有算？有算。这有算，敢是原底就应该是安尼？所以咱嘛做伙异常啊。而且咱毋知影咱的认知已经互伊影响啊。到底有啥物异常？欠啥物？欠倒手柄。哇！只要会当互做倒手柄的物件，就会为咱的认知内底互消毒。这就是是安怎时钟、韩多鲁，搁有性命敢有？性命探测器的倒手柄嘛消失
咱是受到啥个影响？当然是キズナ。分かったぞ。敢有证据咧？证据就是伊的过去，分かったぞ。伊的过去就是伊看袂到倒手边的世界。哦，上尾的问题，倒手边可以问倒啥？絆はどこに隠れているんだ。哦，动画好看，动画好看。谁怎看袂到？因为伊伫咱的倒手边啊，伊伫咱的倒手边。絆が隠れられる場所は一つしかない。定着是咱的倒手边。それは俺の左だ。好，谁拢爱蹭手头？死的人是 X。其实那是太人的凶手哦！起笑啊，起笑啊！理解哈，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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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正足恐怖的，连你也卖惊。啊，有人介意哦。戦闘開大始。家介意就好，若介意会当去迄个下载迄个 demo 版哦，哦，佮会当先 wish list，小等迄个正式版出来的时阵，才袂错过消息哦，吼。真是要介意冤家呢，涂骹的骨头，面大，恋爱的头鬃，伊的过去，好来，私の異能は周囲に確実に影響を与えるの。会当影響別人無毋對，左側の削除をしたからといって安尼無代表私が你是凶手犯人だと。決ま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わ。あなたには私が現場の何かに触れたという証拠がない。嘿，骨頭一定是你擺的。ダウトだ。不管是我面头前的骨头，还是净化炉内底的骨头，拢敢若摆正手边。原底叫是你想要害阮叫是拢总死两个人，啊，毋过毋是，因为你毋知影啥物是倒手边，所以你敢若会当摆出即款的形状。哇！嘛有可能是你若想要毋过伊毋知影伊应该毋知影伊的过去吼。哦，若阵你毋是凶手，啥拢会甲咱影响咧？我是有啥无法度控制尔？啥拢一直比伫我的身躯边，佮想要甲我抬咧？お前你这个骗子！啥啦？你的小妹写我是凶手，对啊，这啥啦？敢因小妹的字，我相信你啦。就算互伊指定做，就算伊互指定做狼人，伊嘛袂去杀人。啊，你太知，我嘛共款互凶手较互分去，分6点钟。哦，这是伊的证书，好。小等就是爱摕这来甲伊反驳掉。有证据会当讲伊毋是凶手，啥喏？伊啥喏无法度杀人？啊！因为韩岛路爱船甲倒手边才有法度开火。啊，毋过若是伊举倒，伊就有法度杀人啊。啊，毋过若要讲伊无法度杀人，定着是这凶手哪会遐厚卡落就6点钟，嘿，卡足大粒，毋是足大粒，足大力的。分かったぞ。原来这就是我袂晓开卡速度的原因哈。一定爱船甲倒手柄才有法度开，伊无倒手柄的概念，所以进化路是无法度开的，伊根本无法度烧尸体。啊，毋过伊若是行到韩岛路的后壁，啊，伊头暗，伊若头暗，是毋是倒手柄就会变做正手柄？安尼伊就看有正手柄。
这敢有可能？迄个韩多路看起来嘛无介悬，所以哪像是有可能的呢？啊，安尼就足劲啊！反正应该会并过来思考。无法度讲白贼的你呐，是安怎会选择台人，佮留即种老话咧？哦，敢若有伊认为家己是凶手的时阵，伊叫是家己是凶手，啥物意思？敢有确定你若是台人凶手？无确定，无确定。待て。你小等，你小等。Hyper， 你看到一切真相好，互你讲。あ你讲。哎，这人，就算起真啊，无法度开亚速咯，毋是加速咯，无法度开进化咯嘛，袂要紧。啊，想看卖 X 到底是安怎死的？到底是安怎死的？敢若会当用掰的，为着小妹，我一定要安尼做。X 的死因是互刀仔刣死，毋是互小死的。你敢有证据？杀人者甲开火的人无一定爱是同一人。哦，开净化炉的人是丽娜，因为一定毋是我。其实若看无倒手柄，所以是丽娜。勝ったぞ。其实若甲被害者刣死，佮甲尸体放入去净化炉，佮来命令丽娜替伊开火。そんな。丽娜根本无理由甲伊斗相共。哦，强犯嘿，强犯。只有伫即款的情景，才有可能协助凶手。我知，因为伊足爱伊阿兄，所以一定是替伊的阿兄做人质。伊若是无照其实若指示行动，我的性命就会受到危害啊！我就知啊，你的意思是讲，其实若甲迄个分别你当做人质啊，无毋对。所以你若留即款的死情的留话嘛，是凶手逼伊写的，伊是啥物情景写的无重要。若是伊无法度讲白贼，就表示伊认为家己是凶手。无法度讲白贼，无代表伊讲的话就是哈？伊的认知若是毋对的，伊若是互骗去的，啊，毋过伊无甲伊当做白贼，嘛会当讲。虽然可能毋是真相。简单讲，若是有一个人号做 A， 若是 A 甲丽娜骗去，丽娜讲出来虽然毋是事实，啊，毋过嘛无算白贼啊，是即个意思。凶手共扑死了后，佮甲尸体烧去，真正的目的是为着互丽娜误解，甲家己当做凶手。哦，精彩哦，精彩！我感觉看起来拢无简单，命案有真济重的即个误导，敢是误导？误导，会当想到即款的迄个叫啥？会当想出即款步数的人，真正有够恐怖，有影？丽娜开火的时阵，伊毋知影内底的人已经死啊！哦，尸体互烧做脆骨，所以咱毋知影 X 的真正的身份嘛，毋知影伊是安怎倒刣死的。哦，无的确伊的空喙伫背后看袂到的所在，所以看起来敢若是昏迷倒伫净化炉内底。过来叫是 X 要活的丽娜，就安尼互伊危险，所以就开火。哦。咱来整理规个命案的过程，来整理。看起来咱的面色，面色。且甲倒下骹的牌仔，照命案发生的顺序拖到空格中。哦，骨刺刷到空格顶面的时阵，会看到对应的即个提示，且伫时间限制内底完成所有牌仔。哦，那看唔到就会靠时间，会当生一只人物的模型喂，所以咱为对开始啊，哎，好，伫黑暗中，妻子啊，甲咱主角较互分去，是安怎丽娜爱听伊话，因为伊甲伊威胁，嘿。
对，哎，不是安尼，哦，安尼 ，OK， 好，过来，伊穿 X 的衫杀人，才袂目着火，啊，衫爱放倒位？放伫，哦，甲尸体做伙放去净化炉内底，好，过来，这好看呢，这画甲做好看。伊叫丽娜甲开关准开，互伊叫是家己甲人烧死的，所以伊伫净化炉内底写我是凶手。其实若准备了，做啥物款的准备咧？为着这拢是伊做的，无毋对。刷落来，伊消毒倒手边，搁秘伫大家倒手边。这就是咱的真相。经历一下过程，哦，好看。咱降互分去，关电火了后，用钝器甲我降互分去。啊！伊叫丽娜目睭刻刻听伊的命令。啊，当时有即支鸟会当用啊！伊太知影，伊知影 X 伫净化炉内底呢。哦，伊个，伊是安怎会当直接穿伊的衫啊？伊也无先甲伊讲互分去哦。或者穿 X 的衫，为后壁甲伊插好死。过来，甲衫甲死者放伫内底。过来，伊叫丽娜替伊钻，甲火钻开。啊！恐怖甲！结果死者到死连名都毋知，有影。好，炉冷却了后，伊就叫丽娜伫下骹的内壁写即个火，迄是用火写的哦。并袂当直接抬主角，煞要安尼抬 X。毋过伊若是甲主角抬死，丽娜都袂听伊的话啊，丽娜都有看到啊，嘿啊，丽娜就会，就算是有看到伊抬人啊，甲丽娜讲互分去了后，佮甲丽娜藏伫净化炉下层，放喙骨倒面搭。过来影响规个房间，所以咱所有的人拢看袂到倒手边。完成。好。なるほど。原来如此。那阵下呢，开始棋子嘛有犯案的可能。有影呢！伊的战力遮尔遮强，应该是爱甲所有人抬是嘛是做会到呢。安尼讲嘛对呢，嘿，好啦，毋过伊若真正安尼做，咱就无通算啊。所以有时真正是为着剧情哦，为着要保护小妹，你啥物白菜拢讲会出来？你的喙轮有一个啥物字？你的喙轮有一个真大的即个空，啥物空？丽娜的记忆障碍是一个意外，若是无即个问题，伊若醒过来，就会甲规个过程讲出来。我若真正是凶手，我就会连伊做伙抬死，根本就袂互伊有机会加讲话。有影呢，直接甲伊抬死较紧呢。只要甲丽娜做好约定就好。为凶手的手法来看，伊知影伊的强迫症。所以只要甲伊约好，啥物拢袂当讲，伊醒来了后，就因为这约定无法度讲出真相。好，先接受。佮爱想一个手段，佮有啥物手段？就算退一万步，认同你头拄仔讲的分析。丽娜嫌疑伊要是有嫌疑吼，伊也有可能做凶手。啥哪？
凶手的证据。是安怎你无爱解除你的病龄？啊，伊无解除哦。哦，倒手边有藏物件，啥物楼顶咧食盐酥鸡？你哪有食？上，主创咧食盐酥鸡啊！反正你即摆倒手还是倒骹，有证据。哦，伊倒手也无挂手套。来看一下真相，真相就是你无穿鞋，敢是？对伊的手甲骹翕一张相片，翕到啥呢？哦，只要翕一部分，看袂出来是倒手正手，还是看袂出来是倒手正手，还是倒骹下骹都袂受到影响，因为毋知影迄是倒手柄，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单侧忽略敢是安尼运作的？让我看看，竟然是会，哈！就互无都讲白贼的你来讲最后，来互凶手最后一击。相片顶悬是剥着骨头腐甲血的手甲骹。啊！我无都讲袂出，伊家己看袂到啊！啊！伊毋知影家己的倒手倒骹伫倒，啊！你是安怎行路的？啊！伊无倒手柄的世界。哦，啊！毋过倒手柄的身体机能是正常的，好。好。哦，搁要冤家啊来！而且无穿鞋，拍袂开的门，死前留的看的证词，伊的证词是啥？伊的证词是共款，互凶手敲互昏去，昏6点钟，啥物拢无做，啥物拢无看见，好，无太人。血甲骨头腐。我紧净化炉的时阵，无细字目着你当时我紧净化炉，我太毋知。头拄仔恁昏迷的时阵，啊，你毋是共款咧昏迷？哦，你讲白贼，脏着。答案敢有一个？你是狼人，我是菜死 X 的凶手啊！到这为止啊！认输啊！小等者，最后想要问问几个问题。其实呐，你敢真想要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目前的真相讲会通，啊，毋过有一个所在怪怪。X 到底是啥？我嘛想要知影啊！我嘛想要知影，我连伊是圆还是扁的都毋知。你若失去记忆，敢真正是无小事发生的？你敢真正有约束？你问遐济要创啥？哈？人是我睇的，恁头拄仔吹断就是全部的真相。哈？怪。敢确定伊是狼人啊？是的，顺伊的话接去。哦，你真正都是要爱人死的哦。看起来真相就是安尼。敢安尼？逐摆若是迄个凶手家己承认的时阵，拢会感觉足奇怪的，拢会感觉应该毋是安尼。哈？伊真正是宣布结束啊！伊无变做最后的胜利者。伫正话开始进前，想要问伊上尾一个问题：救人哦。もしもあなたが神になれたなら、
どんな願いを叶えたいですか？哦私は全てを李教の教師に捧げます。哦哦哦，所以若是我唔知啦，我开始学白讲哦。所以若是伊捌甲教主接触过，若是教主叫伊做一寡怪怪的代志，伊可能嘛会同意，对无？伊看起来对教主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这叫做啥？就是想要甲一切拢献互伊，所以若是教主甲伊交代啥物吼，比如讲叫伊假做家己为太人，还是安怎叫伊担做，伊嘛有可能会做哦。哇哇哇哇哇！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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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を救ってくれたのは教師なのです。啊！生きる意味を与えてくれたのも教師なのです。你无完整啊！你的倒手朋友，莫安尼讲，莫安尼。教師のためなら私は何にでもなれる。哇，有够奇怪，有够奇怪，到底是啥物情形？到底是啥物情形？哦，教師が望む世界こそ私の理想なのです。啊！李教への献身感謝します。李の神のご加護があらんことを。哈！あなたの命をもってこの選抜の幕を開けましょう。啊！要杀人啊！要杀人啊！要杀人啊！等下，等下，嘿，火车有关起来吼，所以小等杀人应该袂伤过恐怖吼。我会惊呢，我会驚呢。どれほどの犠牲があろうと、無論犧牲偌いか濟人。に多くの命が絶たれようとも構わぬ。哦，我らは必ず全能の神をこの地に降臨させるのです。全能的神。哦，哦，神聖的淨化儀式要開始。對，我真正會驚冰島無去，會驚啦，愛驚啦，這愛驚啦。啊！処刑開始。啊！這敢會當看？這敢會當看？我的冰島。我的冰島，我的冰島，海天使。大理教主的胸坎頭前，迄是海天使。這袂當看，這袂當看。耶！我有保護我家己的冰島。耶！多謝大家。這甲講好的無共呢。好啊好啊，無代誌啊，無代誌啊，哦。this game 拢是安尼，拢是愛有迄個處刑，拢嘛安尼。上尾一秒，嘿，會驚咯，會驚咯，會驚咯。你若甲我的衫救咧，足驚嚇的，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嘛足驚嚇的，好無？若是我互伊當做狼人，我敢會拄着即款殘酷的下場。當然呢，哦，海婆你創啥？對啊對啊，伊本人當時入來的，驚到要錯下招。我嘛是，我驚講我會變得，這下面佫插起來到底是啥？這一定是啥物？這佫是啥物人的病靈？這一定是啥物人的病靈對無？看起來是認真，我嘛感覺做認真呢。啊，吼，是要討啥物物件？討一個 kiss 無啦？啊，佮你黑白講話，手機頂面的相片，哦嘿，哦，我已經睇掉啊。哦，哦，喂，頭殼內底出現一個可能性。海婆一定是教主，我唔知哦。無倒手平世界的其實啊，應該袂用倒手來形容。對啊，伊上都會捌着會。
而且即种目睭刻刻，毋是拢讲是歹人，安尼目睭微微的拢讲是歹人。你到底要讲啥？对，你到底要讲啥？啊！伊目睭当时有擘开，我拢无看诶。我无看伊呢。确实有可能无说是伫行动当中会目着血甲骨头糊。啊，毋过嘛有可能真正啥物拢无。为着要叫你的小妹，你有可能用你世界创造的病人做一张假的相片。有人有讲了，我太无看到，歹势。多谢落马鼠降落，开台辛苦了，欢迎。我的目睭真正无好啊，人有血啊。哇，落马鼠开台辛苦了，欢迎你带大家来看我拍电动。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主编，平常时若有拍电动，拢会讲台语吼，所以若有爱听台语的朋友会使来看。落马鼠，你好，很高兴的是你初见平安了。我们应该是初见吧？落马鼠。对，还有欢迎降落的朋友，条纹胖子，你是叫条纹胖子吗？条纹胖子晚安，我是这样叫你吗？晚安，欢迎你来。还有落马鼠晚安。感觉是很酷的游戏，我也觉得很酷，超酷的。目前为止都觉得还蛮有趣。伊目睭擘开，我看到伊目睭擘开啊！哇，伊有目睭呢，伊竟然有目睭呢！你眼睛可以睁这么大哦！原来你眼睛可以睁这么大哦！好，大家晚安。我们快要打完这个新手教学了，对，我们继续。他刚刚眼睛张开很久了，那是我眼睛没张开啊，我很抱歉，我才是腹黑眯眯眼，好不好？好啦，有可能做假的相片啊，这样很帅哦，安尼就缘投的哦，哎呦。伊是黑白郎君呢，伊那迄个头鬃两边无共色，可能是为着卖互你若听到，伊看啊，我见我耳仔边。お前本当に大嘘つきだな。俺は騙してなんかない。真実なんてもう誰にもわからないさ。まあいい。今回のラウンドはただの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だ。死一个人你个，不是死两个人你个讲无要紧，你是咧？これからが本番だ。病能者たちのデスゲームがいよいよ始まる。哇！互いの願いを叶えるために。さあ、病能を使って殺し合いを始めようじゃないか。这个人嘛无介正常哈，伊那会要甲人相抬，佮遮尔欢喜，这个人嘛怪怪。开始啊！来，算是新手教学结束啊。剩小。传面甲龙好 ，OK。转过有病有影。哎呀，阿蛮欢迎。虽然即马差不多要歇啊。这是啥物酷游戏？这是，这应该袂当放送哦，这有够恐怖诶，啥物意思？这个 game 或者异病侦探，好算。足侪人诶，我来那个 hyper 伫第二教主的带领之下，来到这个场所。咱的奖励是咱的奖励是说明，咱会当知影所有的人的病啥。这毋是咱的标题。后摆才来波动全部，好。4期测灯，目前敢若出现伫连续杀人犯长期模的身上。伊可能有即个异己症，对家己的4肢敢足足讨厌的，所以就对即个剁手剁骹有即个异常的即个执念。若是画着
就会想要自残，想要把家己的手甲骹切断啊！安尼伊只要话互人，人就会自杀吼。甲家己的手甲骹切断应该嘛免活啊。所以伊若是话互人，伊就直接算是甲人刣死啊！有够恐怖诶！佮有咱的即个消毒倒手瓶，这咱头拄仔起子呐，消毒倒手瓶，好。哦，佮有啥？足济呢！厝内人消毒啊！原底足亲密的厝内人，有一天开始雄变做秘书请婚人。哦，这有听过呢，有听过即种的病。伊边仔佮有即个字母呢，敢是迄个危险的程度 ？S 的较危险，啊 D 的较无遐危险是哦。哦。无视觉想象的能力哦，因无法度靠想象来想象出画面，所以有可能无法度回忆出某一个画面的气味、声音，也是触感。哦，毋过若是伫 Death Game 内底，就有足强的哦，因为当事人会无法度讲出迄阵发生啥物代志啊！哇！世界创造毋是咱主角哦。哦，伊若是会当完全理解人类，伊就有法度创造人类的意思呢。哇！人工的病什么意思？为着得到别人的关心，有的人会主动互家己破病，甚至会注射毒物，制造家己的迄个镜头。哦，人工病是病人会当主动选择的行为，感染者会尽所有的能力，互家己看起来足虚弱的，甚至会当影响别人。若阵遮的拢算是病，是毋是会当为遮直接经一项？哦，厉害！头拄仔的人咧，星际世界迄个探索啊！お兄ちゃん。应该甲所有人开讲者，有影，是毋是应该熟悉一下大家？好，安尼我知，咱来甲大家开讲熟悉一下。为倒手边开始了，哇！缘投，伊可能是上济岁的。你好，你叫啥名？普通的阿叔。你是啥？你是酒，敢是读做酒？中年的一个乌字上 ，Silas。这人号做 Silas， 你的背景你无要讲，你安怎看待这个选拔？当然是足危险的。敢有听过这个？哪像有听过？普通的阿叔。这个试验大家听者。这个试验甲健康的75位大学生分做，这安怎讲？分做犯人加狱卒安怎讲？我看卖小等啦，狱卒毋是这个狱卒，毋是，加角书角卒有讲角卒好，就要考啊，毋是狱卒，大讲毋是狱卒，你是咧试验甲健康的75位大学生分做，你讲大学生拢无健康，所以伊才特别拣健康的啊，分做犯人加狱卒，两组关入去无语的监狱内底，结果过几工了后，狱卒就开始对犯人，就是用暴力，过监有通，过监就开始对犯人迄个用暴力，所以这个试验就停止啊。环境甲规则对人的影响比恁想的较大所以因要制作新名嘛是用即款的方式就对啊。若是有一个参与者无想要杀人，毋过伫即款的规则内底，伊抽到龙人，伊嘛需要伫时间内底杀人，伊可能会真正动手。有通，
这阿叔会当做的实在有限。你病龄是啥？讲者，偏旁者，哈，袂当讲。哦，无想要弄人才，好啦。哦，较济岁，所以用能力的经验较济。哦，那敢若讲血素是上强无毋对，救世主敢毋是爱找日本？哈？无一定啦，无一定。你啥哪会来参与选拔？要弥补过去的错误。若毋是生命，就是做袂到的。想要倒，想要互时间倒逝，所以伊的能力一定毋是，所以伊家己的能力一定毋是时光倒逝，好，一定毋是互时间倒体行。有会啊，才想要安尼。后悔的代志较济 ，OK。你敢要杀人？你袂安尼做，你爱确定？你敢确定？其实是做不了。你莫安尼讲，我的观众有阿叔，你莫后白讲哈。Silas， 莫后白讲啊哈。已经认定这是无可能实现的。对啊，你想哪过来？好，伊阁有一丝的期待。时钟倒逝是会晓好 ，OK。我看起来要哭啊！好，来后一位，你好。啊，你是安怎啦？你敢有需要安尼啦？歹斗阵。进前做伙伫孤儿院大汉哦。元お姉ちゃん。足歹呢 ，Iris 下，好 ，Iris 你好。对丽娜就较好，是咧安怎？因为是好，莫怪，好，安尼会当理解，头壳顶这是啥？头壳顶这是耳仔呢？阿兄要哭啊！因一定是有理就亲像头拄仔有看起来做成 BL 的同款哦，这留互大家一寡想象的空间，大家会当去，若有介意这个角色，会当去，我毋知敢会当呢？爱看因官方的规定，敢有讲会当为二次创作呢？这大家爱去确认一下，我无确定哦，若准会使，反正嘛袂歹，你的能力，是伊。所以伊无法度想象画面。毋是，无共。头拄仔迄是心梦，心梦是心梦，这是梦视。目睭看无，所以爱一只机械狗来协助你的日常生活。来，想要做伊的机械狗的，家己伫迄个开讲室出声吼，我着甲恁斗相共到遮。伊伫某一寡时间看会到物件，即种的时刻真少，甚至是强要无。条件是啥？无人知。我嘛感觉反正伊家己毋知呢。伊直看会到。又做歹啉，好欢喜就好。丽娜，你爱确定呢？迄恁阿兄呢？丽娜。这小妹无介巧。会看无？你啥哪会来？你搞怪怪，所以要来入来调查甲伊收养的老爸是国际警察。这真正画甲足水的吼。哇，完全联络袂到啊！恐怖！宣布开始了后，所有的通讯拢失效
啊，有名是安怎伊色水嘛相共，伊佫会摕包包，佫会摕卡网呢。啥物有在共无共酒，莫后白讲。でもおいおい哈。来，过来熟悉一下，みふみさん哈，你哪会伫遮？你哪会伫遮？你哪会伫遮？梦幻联动，咪呼咪桑，你好啊！你为什么会在这？啊，好。啊，他长得像辉达，简直一模一样，真的耶！啊，没有缴税是什么意思？安尼我嘛，我唔是呢，对吼，我是想爱妖怪。配音该不会也一样？我不知道哎。你干嘛都不会？啊，对啊，声音也好像哦。你是谁？哇，你的名字叫灰鹦鹉吗？谢谢。哇，是辉达哎！现在模样啊，什么意思？比较会说话的会好，不是会下蛋？不要在我的台讲这件事啊！是怎样啊？お兄ちゃん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吧！我还真的不敢念哎。好，完了，你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啊？家己当作是野兽，你若是话互所有的人，大家拢会家己当作动物。哦，无怪有的人会讲家己是祖辈的狗。哦，谢谢。我没想到会唐突。好，咱继续。哎，你好。哟呼！你时尚，还真像啊！哦，你甲伊搞做的物件好 ，raise。真像有人讲家己啥妖怪，这毋是动物嘞，啥妖怪都毋是动物，是咧。哦，虽然头拄有看到雏形，哦，我都可以过，好哦。啊！变心，什么意思？哈？小妖怪敢毋是生两个？毋是？哈？所以是啥物意思？伊笑起来有够古锥，啊，到必要的时阵才会笑互大家看安尼。哦，所以你的能力是啥？马好笑就对啊！我就是要变身啊！啥物火鸡妈妈、麦克妈妈，得到无接吃到古锥的物件就会死去变好，多谢。上手，这只好在上手呵。お兄ちゃん伊哪会拢安尼讲话啦？你呐，
无啥问题。到底是啥问题咧？也唔知。哎，西语，听说有梦幻联动单方面联动啊！我的愿望是吼，全世界拢得到幸福好。其实真简单，我介意古水的物件，就是因为看到就互人感觉快乐。哦，唔管我安怎打扮嘛会当，嘛干那会当，互看到我的人，好，变做设计师，捌想过。所以你要安怎？互全世界的人拢变甲古水。哦，伤超过啊！你哪会安尼讲？你著为着要互大家换制服，你著要杀人，安尼是对啊？毋对？哈，敢无法度？好，你欢喜就好，无想要甲你讲话，你好。恁小妹真有够奇怪。你是啥？伊号做 Face， Face 你好。Sandra 暗暗欢迎你来啊！食饱未？西语食饱未？因为一寡原因，我无啥会晓认人。但是我有讲啥物失礼话，希望你莫伤过意哦。伊敢是？有的人是真正认袂出来，迄个无共人的迄个外表对无？有的人是无法度认人面呢。当咧食好，稍等我嘛来食。多谢呢，真是多谢。毋是安尼有够奇怪的，有够奇怪的，恁遮的人，莫伫大圣堂内底宣传可疑的宗教。你好，你的病名是啥？莫怪，认袂出人的面。为出世以来，就无法度认人的面。所以才找袂到出来。你哪会知？就算伊出来人嘛，毋知影生啥物型互伊画着就共款的，看袂到人的面乌头鬃古水，鸟味古水介意乌头鬃，大家记，我毋知影记起来当创啥毋过嘿，想要记的就记伊家己讲的啊。这应该毋是啥物特别温婉的代志因为这个病的关系，定定会认不到人，也是根本认袂出来所以爱先讲互清楚了解。好，所以你是安怎会来参加选拔？头拄有讲找袂到厝内人，应该是因为安尼，要找到失踪的厝内人细节袂当讲好。敢有找警察甲侦探？有，毋过因为伊无法度认人，所以真正找无啦所以才收到邀请函就来啊。敢若一位，伊讲迄个厝内人敢若一位。お兄ちゃん。哈？そ哈？无好笑，莫我白讲。有够过分呢！你就知影乌头鬃是上介善良的好。这一半的一半乌的，一半白的，就无看起来就无遐善良的意思遮哪有遮侪人好，咱继续看。我伫倒位看过。知名的演员，伊哪会想要甲阿兄结婚？伊就嘛毋是啥物介正常的人，所以Alice 阿曼。安尼就无法度签名好，你是啥？唱歌搬戏也是讲话拢是一流的，遮厉害。Alice 变色者，伊是伊的迷将遮特别。
哦有哦，伊嘛是一开始就直接讲啊，好，无介意互翕相。哦，真做对，惊镜头啊，毋过是哦，无怪伊敢若会搬舞台剧，就是因为毋免翕相啊无法度直接放送嘛，无法度上电视啊。原来是安尼。好，想要达成的愿望，所以来啊。伊可能想要治疗伊的病啊。哦，会当来做 VTuber 啊？安尼讲可能嘛对哦。换一个问法，你敢愿意为了家己的愿望杀人？啊，伊无爱好。哦哦哦哦，恐怖。哦。凡世有两种病，敢有可能？凡世有两种病，病人者的认知甲一般的人有强烈的差异，所以你若真正有严重的镜头惊吓症，敢是安尼讲？你应该连上舞台拢做袂到，因为舞台顶可能嘛有袂输镜头的存在。哦。所以凡世伊讲的病是白菜，哦，趣味，哦，过来，厉害，乌头章，两米高水，这位嘛乌头章呢，厉害。你学做 alien， 敢是 alien， 真欢喜跟你熟悉，然后需要我会当介绍主。你有主人，你已经有主人啊！有的人会伤心，你是啥？伊是主人的助手，助手，只要伊需要，我愿意替伊斗相共任何的。你的主人。是 Hyper 鸟味果最介意顺乌头章，好，多谢，佮知影，对啊，嘿，伊哪会佮挂手，敢是手铐？哪会佮挂手铐？恁拢算即种的哦，有够可怜。定定会走无去，哈，伊是查甫的，大家，要闻到 BL 的气味，来，大家，我就讲到这吼，对啊，这毋是同意思，你有啥物病？哇，鸟味果最专业的呢。好，你朋友讲的，你朋友专业的呢？伊病是失症，歹读。伫你的眼中所有的人事物，拢有失去现实感啊？什么意思？外面的世界甲你之间就亲像隔一层沙。隔一层沙，你就袂输活伫迷茫内底，一切拢失去真实感。你就袂输是经过一个电影的荧幕咧看这个世界。直接体会直接话互人。哇！这应该无介爽快啊。有够恐怖诶！遮厉害，遮厉害！迄啲伊嘛无现实感啊 ，OK。
想要看啊！恁拢算遮高级的哦？啊？好，啊，你阁是啥？啊，你是信徒好？你是啥？普通的信徒应该毋是，你一定毋是普通的信徒。哈，一到了就无命啊！哈，哈，哈，哈！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对，鸟味有够专业的是咧，你是普通人，哈，你无病哦？我太感觉你有病，袂提供任何的帮助，袂斗相，袂协助他人嘛，袂提供证书哦。吼，嘿，你搞执行是啥？你嘛毋知？哦，爱互神降临，才是恁的愿望好。教主已经找着办法好，做做准备，最终的成果就是咧宣判。OK， 哇哦，伊敢是参与者？咱来看卖。啊，爱记得save哦，save 者。啊，咱来看伊敢有伫内底。哎无，伊无算一个角色，伊真正是普通的信徒。安尼咱就剩海婆啊哈。啊，你有啥物病？我最想要知影你有啥物病。你爱知影，即摆咱参加的是一个，毋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死亡death game。哦 ，save， 毋是啦 ，save 啦 ，save， 毋是 save。哦，讲搞讲话哦，你呐。哦。啊 ，OK。简单来讲，就是啥物拢记会起来。好。つまり。哦。好。哈？哈？英语做标准多谢，多谢。普通啦，是你毋甘嫌。听讲全世界敢若有10多个人，啊，毋是几若10个人有即种病。好。哦，会使话互人。就安尼，就安尼。反正阁有其他对啊，有做啥物怪怪的代志对无？哦。对啊，你啥了目睭拢无爱，足无聊的理由。都安尼哦。哦。俺は。哇？就讲伊是教主有成啦。毋过女性就讲应该毋是呢。你讲主角是教主，我嘛感觉有可能啊。おいおい。啊？是咧掠猴诶。毋过听讲侦探其实主要可能较接触到的案件，可能是掠猴诶，比杀人诶较济啦。安尼其实合理啦。对啊，安尼较食会饱，无迄定咧有迄种
就歹查出来的迄个杀人案。好，知影。好。哦，逐回合可能有小可变化，啊，毋过基本的规则是共款的。OK， 佮有职业，所以可能会有别个无共的职业。啊，你也交32万，你哪会知影行情？你专家哦？哦，我真毋知，我真完全毋知影。哦，所以后摆可能会有无共的职业就对啊。stalker 较注重经验。哦，有够奇怪。敢会使顺手兼掠零，你爱确定呢？袂通退出。哇，完全无允准任何人退出。若退出，人就会无经手段甲你阻挡。知影啊？多谢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啥呢？哦，总共有几个人参加？嘿啊，敢会有人要13个人？过来介绍一下所有的参与者。诈骗犯。佮有咱的丽娜，我都讲白贼的丽娜，佮有看袂到的 Iris， 佮有迄个舞台剧的 Alice。佮有毋知影是安怎出现伫遮的回答啊，佮有 Face， 嘿，或者 Face， 佮有 Hyper， 佮有袂记伊的名，Raze， Silas， 记忆袂歹 ，Kizuna， 毋知影是啥的 X， 对啊，是毋是减一个人？哦，小等下出现，是安怎？因为伊知道，哈，足无聊的，哇，哦，查甫伤少，反正上尾一位是查甫的，反正是，哦。因为刚化妆真重要，哇，恐怖！对啊，教主，敢有人是教主？哦，真正有，安尼真正毋知是倒一位趣味啊！你甲教主伫这内底，哦，所以伊可能会死哦。有满第13位参与者，哈？什么意思？鸟味古水，这应该有算乌头章吼。无法度讲话，无法度家己叮当。入场了后，就伫遐。Kotari， 上尾嘛是女性。哈？这是教主。あれ？但你教主这到底是哇，家己找答案。耶！喂。哦，那 face 看袂到伊的面，就是活人，所以尸体的面伊可能看有，敢是安尼？死人的面嘛无法度。图甲相片的嘛袂当。
哦，有够过分呢！切，啊，结果竟然是你啊！啊对啊对啊，真寻嘛是查甫的，ほえ安怎？无喘气，无心跳啊！太有可怜。诶、哼，啊，已经开始啊！伊是尸体，敢有可能？哦，哈，还搁咧黑白讲。切，啊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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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哦，还未开始，还未开始，这个关因哦，敢有心跳？敢有？哦，伊是活人。哦，竟然是安尼，强要死啊！啊，你开始介意 Hyper 啊，有够趣味。好啦，伊确实是有趣味啦，有趣味。哦，哦，哦，你搁知影？你搁知影？哎，嘿，嘿，嘿，哈？伊甲家己当做死人呵，好，所以爱灌营养互伊就对啊。竟然有安尼，哦，死亡的错觉，互画着你嘛会叫是家己是死人啊！哎，做推啊，Hyper 有够烦的。若叫是家己死啊，就真正会死哦。有够危险有影。我只要满足某一个条件，就会强制发动，就会画互人摸着伊的身体，就会画着真正有这哦，真正有哦，主创哪会读这册，有够厉害的。哇！おい，回答。回答。哇，看起来超酷的。哇！啊！哦，所以只要凊彩一个人甲伊摸着，伊就会Hyper， 有人讲你做趣味的呢 ，Hyper。啊！你嘛要死啊！啊！哇！结果唔拿 Hyper。啊，主创有看 Doctor House 了。哇！足侪人拢翘起啊呢。啊好，嘿，主角你无介意好。哦，无死。敌对拳，谁是敌？哦，敢若春节人就赢。お兄ちゃん啊？哦。哦，是安怎？哦，若有叫精神就会活，无叫精神就会死。
只要家己无认为家己是人，就袂影响。OK， 原来是狗啊，元お姉ちゃん。有够过分的。どうして？嗯？对啊。啊！哇，原来如此。啊，所以可能有一个人无，还未开始啊，还未开始啊。若是逼空你的别人的设置，还是用法，就惨嘛。你若会使话互人哦，你若会使话互人，有够强的呢，真正有够强的。好，要开始啊！就代表阿慧要休困啊！嘿，讲伤济啊！来，咱小等10点，搁有强迫出道教室，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家己做 VTuber 的一寡体会吼，所以咱小等吼，我爱先食饭休困者，所以咱今仔日干那会当先算到遮，我看一下咱要讲倒位，你遮来，已经算足济啊啦，有算头一种啊，算到第2种已经开始，算是有开始啊，我过来想看看明仔载我若搁有闲，我明仔载搁来算一个，我才想一个，若我较无闲伤忝，我就先卖，好，就安尼吼，我就先带大家讲落来小等的强迫出道教室，咱今仔日的这个拍电动就先拍到遮，我先来休喘者，食饭，咱小等10点10点搁再来见面多谢大家，安尼咱就小等再会咯，若有介意这个 game， 若感觉袂歹有趣味。有想要搁继续看这个 game 的剧情恁会使先来说明栏会使去找这个 game 的 demo 免费的，demo 免费的会使先下载下载了会使先试算嘛会当甲迄个 game 的本体放入去你的迄个愿望的清单内底伊正式迄个叫做啥正式上市的时阵恁就会收到通知，就通买好，就安尼。安尼咱就小等才搁见面，我先来食饭大家小等再会，拜拜。趣味呢，趣味，好，大家再会。